依家晚上10點多咯，我想打呢度過去嗰個音樂節噶，呢度封咗冇俾過啊，有個人守住。哎呀，喺邊度過？七邊公路嗰度過啊！哇，好暗啊！依家千燈湖都冇燈嘅，咁暗嘅。而家先10點就關燈啦。你好，可以過去嗎？這裡可以過去嗎？哈？應該可以過了吧？可以呀、我們就快收工了，應該可以。他們音樂節到幾點呢？他現在還在小區裡面還在。可以過去嗎？可以看。我們過去看一下好不好？過去一下。那裡還有關卡。還等幾分鐘。那裡還有人關卡。幾分鐘了。就是關卡。哈？那裡還有我們都還沒收到通知。就是要買票才能進是嗎？不用買，要結束了，等陣結束了。哦。演唱會。演唱會。票多少錢呀？300塊呀？林曉峰。誰呀？林曉峰。林曉峰。不，我們走，你們也跟着可以走了。我們可以過去湊一眼，可以不行啊？現在收工了，有什麼吵的？那裡有關卡，我放進去，等裡面他們也不會放你進去。那裡有兩個關卡。我們放你進去，到那裡人家也不放你進去，也沒用。就是裡面還有攔着的。對，還有兩個關卡攔着。我現在走得進去就可以了，不進去在那邊。那邊那個馬路那裡呢，可以過嗎？那廣場那裡嗎？嗱，出到呢度公路呢度，嗱啲警車攔住個，仲未結束啊！好想入去睇睇嘢，偷溜入去。嗱，呢度有個宣傳啊，睇睇，哦，2日咋，9號同埋10號冇啦，係邊個啊？是誰啊？安達組合邊個？舞獅同埋燈光秀特別演出，呢啲都唔識嘅。美食星球。呢個林曉峰啱先嗰個保安講胡威。翻去啦都係，費事睇啊！依家仲有幾分鐘先10點半，人哋都結束咗啦。嗱，呢度公交站啊，有廣告啊，開心麻花喎，係演出喎，又話嗱邊個要購票嘅，自己去售碼購票啦。